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你敢有听过食一碗面竟然爱开900块？其实这是因为嘉义的商业区停车位严重不足，民众敢若食一碗面，就要加付违规停车的900块。所以议员带诉求金，伫个议会总质询，强烈要求市府爱检讨，并且盘点持有地来增设停车的空间。为了拼嘉义地区的经济发展，议员带诉求金上午积极要求市府伫嘉义区靠近中山市场的商业区增加停车位，有民众前往消费，结果食一碗面竟然爱开900块。议员借此就是要考试，该商圈的停车位严重不足，民众只好违规停车，结果面才食完，就被开单处罚，民怨四起。一碗面爱900块，市场时啊一碗面爱900块。啊，咱无停车位，咱有当车停了嘛去顾虑到这个交通问题呢、安全问题呢。啊，所以吼，咱嘛希望吼今仔分析，啊，就直接提出来啊，这问题要来做探讨，来大家做一个规划。所以咱嘛势必吼市长，你回答一下，这个清华区咱是不是要延续来做停车位？啊，互咱的嘉义啊，这带动伊这的商圈，伊嘉义嘛有商圈的店家啊。咱咧一年中山市场啊，咱所有的这店家拢是商业街啊，所以咱是不是这个停车场，咱要用心去啊做一个规划。不教而杀谓之虐，就是讲你无去甲人规划好，无甲人讲得清楚，人向就甲出开单，你制造寡民怨嘛无好，政府也无要，毋是讲趁这900块就会好业，所以重要的就是讲，咱紧甲这个有限的空间做比较高度的使用，像即马才规划65家啊，这是低度的使用啦。咱会当高度的利用，就是讲增加较侪车位，有一寡临时的停车的空间，会当人去遐食面、食物件、买菜的时阵会当去遐停车，这部分咱紧来积极规划。针对停车位不足问题，议员带诉求金嘛进一步要求市府针对偏远的持有地全面盘点，积极活化来开辟停车场，除了便民嘛带动经济发展。你感觉这个公有地啊，这个盘点这吼，咱是不是你的业务？是啊。是啊，咱是不是爱来做一个进行啊？看把咱当地一寡公有地做一个盘点来做停车场，你有认同？是啊，我们非常认同，因为为了要积极活化我们的公用土地其实本局在网络上有放了一个那个闲置空地、闲置资产的盘点系统。那这个东西各局处都可以上去看。那如果有需要我们协助的，我们也会主动提供一些适合的场域给各局处去运用。那目前比较积极这个短期可以做的是在进学路跟民生街路口有一块这个私有的土地，现在确实就是只有做绿美化，有少部分的停车空间，所以这部分我们有这个11月下旬会跟区公所相关单位来做一个会勘，到时候再请议座来参加，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充分来利用那块土地。议员最后嘛锁定交通问题，针对市府目前争取麻豆到嘉义的高铁接驳车将于通车的美意，要求市府积极宣导，让民众拢会当清楚知影运用。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虽然中央甲地方积极解决白河水库年久未清的严重问题，不过因为效果也是有限，所以议员刘米山伫个总质询要求市府归去思考活化转型，以白河水库为起点，到关仔岭兴建缆车来发展观光。讲到营运超过半世纪的白河水库，议员刘美山对过去的美景到现在真正做无奈。原本有效的抽水量2000多万立方公尺，因为年久未清，问题严重。目前抽水量只剩970万吨。议员批评水库已经变成土库，
加上会由液体造成白河河东里的部落严重淹水，议员质疑市府到底当时才要处理。引头若出问题，下骹面问题就足大。吼，伊无法度底水，会前往山顶落来大水拼落来，伊等于是水库照过，水坝拢无效，拢无功能。等于照过了后，甚至包括伊的下游河川局堤防搁安怎做嘛无效。底袂调，无度顺流，伊就是满水液体。那么咱的民家伫两岸都可能受到淹水之苦啦。接选议员进一步表示，如果白河水库无法度恢复原本民生用水甲灌溉功能，伊建议归去跨局处思考，对白河水库到关仔岭来兴建缆车，或是去类似天空步道来积极转型活化。利用以及预支的土，咱讲是毋讲再利用好，这是可能牵涉搁较宽啦吼，是毋是会当用啦？这土是毋是会当讲偌温啦吼？这我毋知啦，因为我无咧做这道的啦，我无咧做土石啦，所以我歹讲个啦吼。但是是毋是会当，甲改变讲其他是毋是讲较有技术的物件，家己活化变成再利用？咱做这个缆车，一个第一个接驳点，下高速公路之后来到白河水库。咱只要把淤沙把它弄平、整平，弄好之后，有缆车什么都可以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有缆车，它可以接驳往山上去。那这个风光明媚的情况下，他又很喜欢搭缆车缆乘的这种情况下，他会去搭乘，交通问题也可以解决。虽然议员认为是天马行空的建议，不过得希望唤起市府团队对如何活化白河水库的思考，嘛无的确所有创意经过评估，拢将微望成真。但新闻军及林耕采访报道。T 摆是台南市发展交通建设的最后一里路，不过因为营运困难，目前只建设61个站，都无搁再增加。议员陈秋平烦恼过去伫永康争取设站的承诺会跳票，所以伫总集船除了强烈争取以外，嘛要求爱扩大共享汽机车的范围，来带动地方的发展。台南市公共自行车除了是环保的交通运输，嘛是咱在地产品的专属品牌。虽然营运较大，也来了钱，但紧比积极是钱坑。不过议员陈秋平烦恼的却是市府对原本预定的200站，到现在只建设61站的停顿落来，敢会因此停止该项政策？所以上午特别要求高龙桥表态。过去所争取的永康创意园区、甲东桥总图书馆等人口密集的所在建设，敢有下落？要求加站扩大服务范围。我一直很关心，我们永康到底今年你跟我答应的要设站允诺的，你会不会落实？还有你本来讲总图嘛要设咯，我们市场。他有去行礼哦，他有去取角，他有去巡礼哦，这个都会不会做？因为我无看到有生啊。T-Bike 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年市长已经裁示，就是今年会新增15站。那在永康地区会有2站，分别是在平石公园跟永康火车站。永康地区当然这3个点我们都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点，当然后续我们会再持续的评估。那依作提到说。明年的预算里面没有看到，我们只有编营运的费用，因为这61站再加上今年的15站要持续的营运下去。不过新设站的部分，目前的这个局里面想法是说，过去对于这个 T-Bike 的设置，因为设置的成本非常的高那大家对于 T-Bike 这个市民对 T-Bike 的使用各都一样都认为说它是一个便宜的工具，其实。所以 T-Bike 对各都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营运上的负担。影响交通运输的政策，议员提出共享电动汽机车的绿色新风调，表示以市场上的 Iron 为例，目前台南只有200台，差台北甲新北10倍数量，所以对着如何扩大服务范围来平衡城乡发展，质疑市府准备好啊未？我跟你讲，我很多事情，所有的议员。过去的台南县的议员，那么希望跟城乡，这个距离可以拉近，是，大家可以圈在一起，不要分旧有的、新有的，
好，市长，你如何跟业者限定，然后扩大服务范围？你要怎么样投车配对？是除了爱位以外 ，WeMo 啊，这个 GoShare， 其实我们都在做接洽。那陈都一座所说的市中心的地区，它自己有它的商业模式，其实不用我们协助，它自己就来投车。所以我们会把资源放在您刚刚提到的比较市郊的地方，透过我们的协助，什么协助？帮他找适当的停车空间，因为他也是需要租借的地点，所以透过我们的协助，在主要的车站或是风景区，来划设像北部的都市有这样做，划设专属于他的这个停车空间来做处理。这个是会中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制定共享汽机车的相关驻地条例或者是管理办法，并且维设专属的停车空间来好好评估。等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2020第10届立法委员选举18号正式开放登记。上午9点外，国民党的6位立委候选人伫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带领之下，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希望台南市60立委会当全雷打。一透早地当看到侪国民党的支持者伫选会边仔组织，因为2020年立法委员选举18号上午开始开放登记。对此，国民党6位立委候选人嘛选伫上午9点前往登记。而进入选会之前，每一位候选人嘛讲出因的竞选理念。希望伫民进党执政9年来，愈来愈异地，厝村大要租到要卖，农民事务各业愈来愈异地，所以希望阮诉求真简单。就是爱改变。伫国家的政策内底，大家拢知影，台湾的过去是用小企业一步一脚印，甲台湾掠过来。以小这种恶法，造成劳资双方的矛盾甲冲突，我想这是需要来做调整甲改变。最近几个月拢伫基层咧行，所有的乡亲时段，包括菜市仔阿伯阿母咧卖菜，拢甲小英讲，即马的生活真正足歹过，是毋是？是。对。所有的乡亲时段讲迄个更交代的代志，会当甲阮修法，甲改倒来，好不好？好。因就会全力以赴，然后来为大家做服务，嘛要拜托大家。那我的地方，大家拢甲我对手甲我好做啥物？因就来去当选吼，立委地方吼，恁国民党就减议员啊。因就要伫遮大家心路，共款甲我做议员共款，365天无休困，服务团队继续为大家做着服务。所以讲，因就若当选，地方加一是立委，绝对袂减是议员。小伟即将要来拨乱反正，下架不公不义的民进党。修改咱的一例一休，创造咱劳工朋友的工作自主权，要来修改掉，会当来重新检讨掉咱军公教警消的退休制度，也阁有要促进着阮台南的发展，一定要来发展着咱的台铁、高铁，以及着咱的安平港，阁有咱南台湾的双机场，创造着陆海空交通运输。会当带动着咱台南整个的发展。各位朋友，我们不要亡国感，我们要保纪玩，保护台湾的经济，振兴台湾的经济。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站在这边，有7位国民党在台南提出的立委候选同志，我们有共同的心愿，希望能够翻转台南，走出台南6都之末的困境，我们希望开创我们古城未来的一片荣景。会中国民党担任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嘛亲自出席，带领候选人参与登记，同时呼吁支持者爱支持国民党立委过半。台南长久以来只有一种的声音，对台南市民是无公平的，民主呢？毋是安尼行为，所以希望台南乡亲会当目睭闭好紧，下尾所在即摆甲你新鲜的选票，用你温暖的双手来甲你投票。
最后6位候选人伫支持者的小厅之下成功完成登记，嘛向前击败选战正式开跑。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有调整台南县长苏焕智所成立的台湾卫行动，即届也伫台南市的第6选区推出候选人汪雨涵。18号下晡前往台南市选委会正式登记参选，希望会当重振南关线的地方经济。明年2位选战，除了国民党甲民进党的竞争以外，也阁有侪侪小党想要抢下立委的席处。其中由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所成立的台湾卫行动，即摆嘛伫台南的第6选区推出候选人汪雨涵。18号下晡嘛伫召集人苏焕智的陪同来到选委会登记。下雨不投注，这是我这届的麻辣上架的理念啦吼。啊，我的主轴就是麻辣思维，新鲜上架。因为我感觉讲，咱整个吼，大家选举吼，的时间到吼，上台讲的话吼，拢讲甲开支票拢开啊100几条啦吼。选前讲甲喙壳全部讲甲落长，啊选调既然拢做无半条。啊，这就是咱伫地方看到的足无好的这个歪风，这个选举的风气吼，实在足害的啦。我感觉讲，地方要爱的是较踏实地来为地方服务咱遮的乡亲。阮无要爱的是遮的你规工你接通告啦，拢伫电视顶啦，甲看会到遮的政治人物啦。你敢了解咱地方即摆苦楚？吼，苦不堪言。吼，啊，咱遮的基层、遮的劳工、少年朋友，为着要顾三顿、顾某囝、饲4大人，遮的艰苦，啊，遮的因为一例一休的代志，啊，整个吼咱遮的劳方、资方吼3方面，大家其实是拢无介理想啦吼。啊，遮基层啥物，咱遮的政治人物听袂到啦，吼，规工甲样上通告，啊，伊讲伊伫阮迄区倒咧选倒会调，我无信即套啦。啊，感觉讲，阮若是爱互阮遮的少年朋友勇敢敢讲的人，敢出来，啊，敢互阮遮的人来做一个互地方有较好的建设。其中一手推动台湾卫行动的苏焕智，伊嘛强调，卫行动是希望互台湾的政治会当跳脱拿捏，同时改变官僚化的地位。台湾为什么经济不起来？就是因为政府把我们的企业的税，比如我们有南科，我们有南关线、烟空这么多企业。可是这些企业的税收全部都收缴到中央，我们每一个人缴的所得税也都是缴到中央，所以我们要推动叫做分税制，就是说这些企业的税还有所得税这些应该要一半留在地方，让地方有钱可以建设，让地方有诱因，你只要认真招商，你就有机会，那么可以增加税收，你就可以带动地方的发展了。这个大概我们主要推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的是讲6都带来的这个城乡差距扩大，所以6都反而对整个县地方其实是更加的没落，甚至包括核心区、中西区。所以呢，我们认为呢，6都其实应该恢复地方自治哈。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讲现在这些立委呢，剩113个，所以大家拢找不到立委啦，哦，也不容易找到立委哈。那立委的服务其实拢是要走力哈。所以呢，我们认为立委现在官僚化，所以我们希望呢，立委的薪水是减半的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立委的薪水减半。那不只是安呢，就是讲我们认为这个国会要改革，那么应该要朝向，就是说因为国会剩113个，所以其实应该学习德国式的联立制了哈。啊，所以我们在做宪政的改革。那么另外就是讲少年人即嘛，无法度就是无法度这个结婚生囝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推动小孩国家养哦。那这个希望老人的长照政策。伫刚开放登记，有其他政党甲无党籍候选人陆续前来，其中有着原党的温米勒抢先来登记，登记日期到11月22号查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
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总统蔡英文甲立委王定宇的联合竞选总部，16号伫桂林区正式成立。领导大咖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内政部长徐国勇、市长黄伟哲等人，也到场徛台为王定宇加油打气。16号下晡，总统蔡英文以及立委王定宇联合竞选总部伫桂林区正式成立。行政院长苏贞昌、内政部长徐国勇、台南市长黄伟哲、新竹市长林志坚、前牛埔里长陈永和拢前来为王定宇加油打气。3轮绿能科学城不得了，超过250亿。即马是咱经济部、科技部，甚至中央研究院，伊的研究中心。南区的中心，即马已经拢落脚伫咱遮，这就是王定宇为咱在地争取，嘛为台湾新的要进入智慧国家的拍拼。咱甲拍波啊，甲学了者。定宇啊，伫咱规个各主权、各咱台湾民主主义的过程内底，伊咧立法院头到尾拢参与，头到尾拢支持，所以咱的总统讲，伊是咱立法院的第一战将。各位好朋友，干那凭各主权、各台湾的民主自由，咱为王定宇继续甲留在立法院，安尼好唔好？好，可以继续留任好唔好？好。立委王定宇看到伊整个的文政、整个的服务，以及伊对咱的这个议题的掌握，以及对咱地方建设的关心，确实是伫立法院上界优秀的。刘英不但伫得票是全国上关票，而且伊的服务嘛是第一名。王定宇表示，新丰区是大家共同的家，呼吁乡亲爱继续支持蔡英文、王定宇，共同守护120线，让新丰区会当永续发展。这场选举太重要，台湾是咱的，主权咱国的，台南是民主的圣地，咱选举国的，桂林、南关线到东区是咱家。咱在地家顾起来，外来的人咱交代伊做好人客，在地人好好拍拼，互咱岛愈来愈旺。10月11，咱毋是庆祝定宇的当选，咱来欢喜展开第2个4档的工作计划。这第2个4档过，我心内目标是南关线的人口要对即马17万提悬到22万，因为咱有好的学校、好的头路。搁4档。86号快速道路两边有产业、有办公大楼，佮经过4年，咱的桂林平均学历上悬，平均所得上悬，就业纪律上悬，咱绝对做会到。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立委陈廷辉第一场菲菲姐姐亲子活力派对，17号伫小北个夜市广场举行。现场除了有小朋友上爱气垫乐园、魔术表演以外，阁有真侪闯关游戏，或做些活动，减少选举的震动，加了家庭亲子的欢乐。大家一起跟着跳哦！鲨鱼舞，跟着飞。画面上跳舞的毋是亲子台的明星姐姐，而是政治界的明星立委陈廷辉，甲过去传统选举造势活动无同。陈廷辉选择举办菲菲姐姐亲子活力 party， 欢乐气氛，互现场参加大小朋友每一人面上拢充满着笑容。你觉得好不好玩？就是像那种好像就气垫乐园，对。陈廷辉表示，
因为常常听到家长向因定情，家己唔知影要带囡仔去倒位佚佗，囡仔伫厝敢若会晓耍电脑甲手机啊，对成长发育真无好。因此特别举办亲子活力 Party， 互严肃的政治嘛会当变甲真欢乐。我们希望是用一个非常快乐、不一样的方式，而且我们今天是我们的菲菲姐姐正式亮相。那不只是菲菲姐姐，我们也一起编了舞，一起带动唱。我们希望说用一个非常快乐的方式，能够让很多的家长带小朋友一起来玩。而且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触很多家长，家长都说我都不知道礼拜六、礼拜天该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如果没有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就是在家滑电脑、滑手机、滑平板。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家长最担心的。所以呢，我们就赶快用很多系列的亲子活动，希望能够跟我们所有的家长一起关心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成长，让我们的小朋友一个会快乐的亲子活动。然后呢，可以让他们觉得说，哇，原来选举也可以这么快乐，这么不一样。错过第一场菲菲姐姐亲子活力 Party 的家长嘛唔免烦恼。立委陈廷辉服务团队伫11月24号上午，也将伫咧安南区华古夜市啊举办第2场的活动，而且未来嘛伫北区、安南区举办侪场无同主题亲子活动，嘛欢迎大家加入立法委员陈廷辉的赖族群，了解活动相关资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演艺国民之家办理老歌演唱会活动，邀请知名歌手节目廖俊明以及台南在地歌手张丽缇、黄一登、郭怡君等艺人共同演出。热烈快乐的现场，和演艺之家的居民拢非常的欢喜。为了关怀赢家长辈，台南乐透歌友会巡回全台赢家组公益演出，因的第110场演唱会来到台南民家，邀请到歌唱节目台湾听日王廖君明小姐，以及台南在地歌手张丽缇、黄义丹、舞蹈老师郭怡云等资深的艺人共同演出。再来一首首好听的老歌。这世间有一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高兴有重量级的歌手第一次跟我们乐透歌友会的歌手一起来同乐啊！像我们乐透歌友会是专门在跑全省的荣民之家，在2年内已经跑完了16个荣民之家，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做第2轮了啊！我们很高兴荣民之家发源地也是台南荣民之家，因为就是他给我们机会啊，让我们这些歌手有这个舞台啊，他们都乐意出来做公益表演。跑到了花莲、台东、桃园、板桥，全省各地都跑完了，都很高兴。因为有这群爱心满满的歌手到场演唱，让活动会当顺利进行。台南赢家嘛特别表达感谢因的付出，让赢家的长辈袂感觉孤单。感谢刘清田老师在这个活动里面能够邀请这么多的资深艺人来帮助我们的荣家来办好这一场活动在这里谢谢所有的参与的同仁，还有资深的艺人，谢谢。听到熟悉的老歌旋律，身体嘛得咧起舞，互在场赢家的长辈，就亲像是转来到少年时光同款，心情嘛变甲特别轻松，互这场公益演唱会更加有意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电光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